北区呢，目前是全台南市密度最高的，目前50座的邻里公园里面就有建置了15座的特色游戏场，所以我们打造的是分不同年龄层，来让我们北区的小孩子到各种的游戏场来做体验，所以我们把它定位为北区就是孩子的游戏场。为什么呢？因为密度是全市之冠。我们华德社区一共有6座公园加一个棒球场，那这是其中的一块，是最小的一个公园。居民每天都来这里跑步啦、运动啦，然后就是我发现的器材有一点比较少，那么于是我们就创立了这个南百的渔网，它是想说要以前纪念渔翁，代表着是说他们会怀念以前抓鱼的时候。下课的时候或者刚好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小朋友过来玩，或者下课的时候家长也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过来运动，然后多攀爬，做不同样的伸展运动，这样子对他们的整个感觉统合或者大肢体的活动运动，其实对孩子来讲都很大的帮助。掌握施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华德公园是北区目前为止50个邻里公园中间的一个。那陆陆续续公所已经在许多邻里公园争取到中央的补助，加上地方的配合款，来做出一些特色游具，然后把一些邻里公园优化成为特色公园。而且不仅是如此，也有鉴于有一些特色公园原先做的譬如说缺乏遮阳设施或者缺乏一些安全设施，我们都加以优化、加以安全化，让这个特色公园不管是有太阳的时候或者没有太阳的时候都可以使用，而不是大家只能说平常阴天可以用，那出大太阳的话就不能用。那所以说，我们把这个特色游具可以变成全龄化、全时化，让大家都可以来。那未来呢，我们将这些特色公园也可以加以，譬如说夜间的照明或者是安全设施监视器把它做好，那让家长在下班的时候5、6点、6、7点，甚至7、8点的时候，还可以带小朋友一起来特色公园玩，让特色公园发挥更大的功能。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7月8号礼拜2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丹那斯风台嘛造成台南真侪所在停电，虽然台电人员一直努力修复，不过到8号中昼，记者查个为止，也是有5万外户停电。其中安南区沙仑里的462户停电超过30点钟，加上8号无放风台假，无法度善后整理，造成民众怨声四起。根据台电统计，这摆风台造成台南市至少19万3千外户停电，一直到8号中昼。虽然台电无眠无日抢修，也有5万3千外户无电通用。其中伫安南区的沙仑里，嘛是对5号暗时10点停电，一直到今462户无一户有电。除了风台造成的门窗玻璃损坏，连铁门拢掀起来。家园需要复原以外，较痛苦的也是无电，热甲困袂去。暗挲挲嘛只会当点蜡烛，冰箱毋敢拍开，内底物件可能拢爱等远煞，叫苦连天。较早捌来种花是捌做，无像即个风台迄遮严重啦。这真正像那铁门拢歹，遮铁门拢歹歹了。伊用拢铁根门出入，铁根门吹歹，要出入拢电袂当出入吧。所以影响是停电影响足大啦。你第暗时咧困无电风无冷气无法度困。到即摆已经超过30几点钟啦拢无电。囡仔袂当困，老人也袂当困，铁门开袂开，冰箱的物件拢歹去实在是足惨的啦互遮里民怨声载道，会交到袂交，是毋是？而且因困求，相关的单位会当较紧的来甲阮处理，互阮会当恢复着正常的即个生活。
里长虽然家己嘛是受灾户，不过面对里民无电通用的艰苦，伊手机也无停过。停电第一时间就通报台电来抢修，不过一直到8号早起，台电阿兰所才对台东调派人力，一台一台抢修车来支援，先排除障碍，了解供电系统的状况。但究竟当时会当恢复供电，送拢唔敢讲。里面对停电定在前，北河阿兰区却等无风台架来善后，里长嘛不满替里民发声，积极市府到掌握因的灾情，希望体谅受灾户。俺隔壁的7个家里遐拢休困，是安那俺这边遮，半暝也无法度困，囡仔老人拢无方便，伊个整理家园，结果今仔竟然爱上班。这是要哪上班啊？人起来已经拢复电啦，阮遮搁伫水深火热之中，连暝就搁要上班，这实在对阮是足无公平啦吼。这点希望阮市政府咧做决策的时候，一定爱甲咱考虑落去啦吼。虽然阿兰区受灾程度无像溪北严重，不过市民的无助甲敢若被放袂记的感觉，也是希望得到市府关爱眼神。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风台来袭，台南有真侪活动取消，不过议员蔡玉辉甲台南市农产品促销协会做伙举办的议长杯食酸仔饼大赛，以及5000碗酸仔饼免费品尝的活动，却是照常举行。吸引大批民众伫河中排队，就是要食到免费的酸仔饼。绿豆粉圆先草顶配料做底，清冰较好满，搁放上酸仔。上乌糖一碗芳甜的酸仔饼制作完成。1、2、3。无情酸仔进23季，台南市县蔡玉辉举办议长杯食酸仔饼比赛，看啥物人食较紧，前5名会当得到价值上悬3000块的礼品。芒果先吃，然后再吃冰，再吃料，感觉很不错。虽然台南酸仔的主要产区伫咧药剂，不过新营酸仔冰节活动已经20档，参加人数愈来愈多，成为在地年度盛事。这回除了准备5000碗的酸仔饼，予大家食免惊，更祭出总价值5万的摸彩奖品。奖品上多，分数上多，5000分啦吼！只要你来到1点以前，互你食惊痛爱，食了随摸大奖吼。这是阮今年的特色啦吼。今年受到气候影响，减产大约3-4成，不过口感芳脆以及品质无输往年，大力推广。台南市长黄伟体嘛出席活动，希望协助各农行销。在这个时候，赶快行销，把通路打开更多，让更多人喜爱。那等到我们丰年盛产期的时候，我们就不用怕没有销路，就不用怕农民的这个芒果价格很低。这届活动拄到风台天，也阁是有侪民众夜雨山前来，也阁有人自透早9点外就来排队，就想要食一碗酸甜好滋味的酸仔饼。不过黄伟体嘛提醒，酸仔饼爱食，风台天嘛爱注意。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风台来袭，观光产业嘛受到冲击。记者采访发现，民宿外面停满车辆，也就是游客甘愿踮伫室内嘛无要出门。虽然安平老街大部分的店家拢无营业，不过国华街名店因为货料拢已经款好，所以趁着风雨较少，开门做生意，嘛未少民众前往交关。伫饼皮放伫各种鸭，国华街知名的润饼店，风台天正常营业，只是来拢是在地人，游客相当的少，因为风雨较细，未少店家拢选择开门做生意。对家己有信心嘛，想讲落雨天啊嘛是会过来买安尼啦，普通时暂时拢排规排的，即摆你看也无人啊。我货架了，我就说就出来卖啊，就看今天的天气状况，风雨很大的话，我们就会提早休息啊。另外，知名的牛肉汤店店内满满的人潮，还有游客特别对苗栗来品尝。今天台风天，然后以前有喝过，还蛮好喝，就来这边喝，很温暖，可以喝到热腾腾的汤。镜头转到安平运河边仔，放了抽水机有风，路上拢无啥物人，民宿外口停满汽机车，游客拢无出门。
老街店家、天门馆的拢无营业，因为考量到风台机安全，拢选择休困。考及员工的安全，还有顾客的安全，我们都会就是宣布店休。今年芒果季又加上那个本来产量就少。加上那个台风的来袭，所有的果农会提前的采收。这拄歇热着拄着风台，唔那拍乱侪人的计划，观光胜地更是受到影响。有冰店业者指出，甚至连今年产量本地就少的山野，果农嘛因为风台提早采收，山野的季节可能就会结束。台南新闻社会陈宏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乐力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台湾歌舞团体逐梦者今年4月伫罗马尼亚登上当地达人秀进入准决赛，成为台湾之光。其中郭全老师受到台南市警察局第2分局的邀请，配合下晡特别甲小朋友做伙跳歌舞，希望透过歌舞的影片来宣导反诈骗。逐梦者郭全老师致力伫台湾扶植歌舞的文化。更加伫歌舞的首都，2022年世界街舞大赛摕下金牌。平时就介意来翕整集的影片，伫社群至少有50万以上的粉丝。即届受到台南市警察局第2分局的邀请，特别南下来翕反诈骗的宣导影片。今天很高兴邀请我们网红国全老师来帮我们台南市警察局第2分局做反诈的宣导。我们也希望借由国全老师的高人气，来对民众做诈骗的宣导。很开心，就是来到台南第一次来那个警局做那个宣导。那因为我们自己在做那种就是比较算是于跳舞的行业，但是因为我们行业涉及到很多的青少年，那我们想说就是可以透过我们的短影片，让现在的小朋友知道说，其实影片上看到的东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然后顺便可以宣传到现在是暑期嘛，然后有些小朋友可能在网络上会比较不会分辨一些哪一个内容是好的，那可以透过影片去教育每个孩子，可是用泛娱乐的方式。知影国全老师是街舞大赛的冠军，包括分局长刘一中，甲着2位小小的玻璃士，早就伫现场来等待。国全老师一看到2位身穿环境背心的小玻璃士，马上甲小朋友来互动，并教导小朋友来跳街舞。你没有帮我报道吗？街头尬舞我最酷，诈骗车手要跑路，耶！警察局看好国全老师的高人气，加上跳街舞大部分拢是青少年较侪，因为现在佮拄好是暑假期间，因此国全老师嘛希望透过影片来教导青少年分辨网络的诈骗。现场分局长嘛特别递赠感谢状，感谢国全老师反诈骗的宣导。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伫台南的往来成功外销新加坡以后，今年台南的山野也拍入新加坡的市场。日前市长黄伟哲佮特别前往新加坡，出席大型连锁超市，推销台南的爱文佮金红，希望山野会当成为新加坡伫热天上界受欢迎的水果。新加坡因为所得悬，对着高品质的水果要进入去新加坡有一定的要求。尤其台南的农特产品，一路对在地果园到新加坡家庭的厝内，需要经过真侪努力，才有办法外销到新加坡的市场。因此，即届对着台南的山野，会用的成功上市新加坡，
大型的连锁超市嘛备受肯定。我们来到新加坡最棒的这个 NTUC 市场，来行销台南的这个芒果。可以看到背后这边是爱文，这边是金黄，销售都非常热烈，反应都非常好。那我们从2023年开始，爱文、金黄、西施陆陆续续进到新加坡市场。未来我们还有这个文旦、红柚、大白柚，还有这个蜜枣，都陆陆续续可以进来。最优质，我们知道，新加坡的国民所得是台湾2倍多，所以说他们的消费市场是很大。虽然几百万人口，但是事实上的消费力绝对够。所以我们要把最好的水果卖到最好的这个消费者，国内国外都要卖，台湾跟海外都要卖，希望能够让更多人尝试我们的最好的水果。台南的山野是登上新加坡连锁的超市，因为放开杂招，马上吸引真侪民众来选买。加上现场佮提供芒果沙拉、佮着芒果优格等创意的试食品相，引发真侪民众的围观佮着选买。即届上架，除了有台南的爱文佮着金黄的山野，未来还佮有西施的品种，不但口感好，而且红黄色的渐层，相信一定更加吸引新加坡人的眼光。台南新闻综合报道。随着电脑、手机啊愈来愈普遍，年轻世代嘛愈来愈无牙笔写字。台湾艺笔书法协会理事长柯基成伫全台各地担任讲师，并且用协会力量，每一档至少举办一届比赛来推广艺笔书法。因为伊认为，静落来做一件代志，不管是要成就什么，拢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随着数位时代来临，现在囡仔提笔写字的机会愈来愈少，相对较无耐性。嘛，互当年推广艺笔书法的柯基成老师更加全力以赴。不管是小班教学、四季演讲，还是每一档举办比赛，拢以卖力付出，嘛得到侪学生的回馈。虽然现在3C 产品很发达了，但是呢，我们的根本，我们的中国字，还有我们的书法，可以透过这个很简单的用硬笔字来写，就可以写出很漂亮的字。真的这样子一笔一笔的写，发现对文字真的就像徐老师讲的，它是每一个文字它是会有温度的，然后透过这个写，会让我们去读古时后人的那些文章。多年来教学经验，柯基成嘛出版为艺笔基础拍底教科册，甚至成为12年一贯课程的辅助教材。伊强调写字就是练心，用安静的心写一首有温度的好字。真的感受到说，坐下来、静下来去做一件事，这是在整个将来，不管你要成就什么，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所以我会全力以赴，甚至说在这几年真的会不遗余力的推动要带给每一个人喜欢甚至不喜欢的人，我们都能够进入这个领域那它其实不是一个很特殊的领域，它是一个很基础的领域。写字练心，写一手有温度的好字，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得到了。写艺笔书法用一般的圆珠笔、钢珠笔对当，重点是要掌握结果，写家己意爱。伊相信3个月训练得当写好，变成一份自信加幸福的书，一生受用。观察你的第一次写的时候是观察长短、观察粗细、观察它的位置，你就发现写的这8次之后，这个文字接下来就是把它背下来了，就叫背帖。所以要把一个文字写好不难，而且我们常用文字才2500个到3500个文字呢。假设每一个文字让你写8次，你就可以把它记起来。那你1年内，甚至不用1年，我们讲的3个月，我常讲3个月就可以让你焕然一新了。暑假期间，柯基成嘛陆续开班授课，你有偌久无提笔写字啊？邀请你离开手机啊，做伙来体验写字的趣味。写一手有温度的好字。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无受过正统美术课班的训练，靠着家己学习以及对艺术的热情，画家郭永杰开创出非常特别的圆珠笔画风。只使用圆珠笔，就当画出水彩画、油画立体感、甲光影色彩。伊的画作目前正伫新亚文化中心展出当中。不用一般的画笔作画，画家郭永吉使用原子笔作为创作媒材，
而这一用就超过30年。当中的原因是因为以前家里经济不好，买不起画组，从小喜欢画画的他，靠着一张纸、一支原子笔，完成画家梦想，挥洒创意。以前因为家里的话环境不好，可是自己的话又喜欢美术，所以最简单的就是一支原子笔，还有一张纸，然后就这么样涂鸦，越涂越涂，从本来的一个单的颜色变成4个颜色，再来的话找到了7、8个颜色。郭永吉表示，与油画、水彩画不同，原子笔作画技巧是采用层层堆叠，以线条缠绕的方式呈现画作的立体感。其实原子笔它是每一层去堆叠，它是用一层一层去堆叠。其实它有油画的技法，可是因为油画是重彩，原子笔的话是线。那线的话就是绣画，所以对刺绣的绣，它绣画是用针线，那原子笔的话是用线，所以你如果是表现得很好的话，它会有一种感觉是浮雕的感觉。可是你摸的时候它是平面的，它跟绣画不一样，绣画是摸，跟油画不一样，油画摸的时候它是一层一层，可是原子笔没有。以这幅对开的画纸来说，需要郭永吉耗费2到300小时创作，画到原子笔没水都是常有的事。比如说像这个对开的，我可能要花200个小时至300个小时，因为一层一层去堆叠。它的话，你看这么样的话，其实它本身是一张白色的纸，你堆的话，你看它的话好像是淡彩，其实它可能里面堆了10层，就一层一层叠了10层。那你用一支笔，你们可以想象一支新的原子笔，你就不要做什么，就是在那边画到没水，那个是要很有耐心。可是我在作画的时候，我都会不知不觉，就等于是一支原子笔用完了，怎么没有了？可能才5层而已。对，所以它是要一层一层，而且它不能出错，而且要从浅到深。因为你如果先下重笔，它就是回不去了。集结超过30年的原子笔创作，融合油画的堆叠质感、绘画的立体表现，以及粉彩、水彩的光影色彩，展现原子笔艺术且多元的细致面貌。台湾之美郭永吉原子笔画创作个展，目前正在新营文化中心展出当中。文化局欢迎喜爱艺术创作的朋友一起来感受原子笔画的艺术张力。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人类间质肺炎病毒是一种会引起急性呼吸道感染的病毒，主要是透过空气烂手传染。在台湾大约有1/5有感冒症状的小朋友被检测出有这款的病毒。而且5岁以下的早产儿、65岁以上的长辈、甲免疫力较歹的民众，容易演变成下骨、肺炎等等的重症。郭综合医院小儿科部长林爱惜表示 ，HMPV 人类间质肺炎病毒在60年前就已出现，但在2001年才被荷兰的学者发现命名。感染症状类似感冒，很容易被忽略。而且该病毒在台湾其实很常见，约有1/5的孩童在检测后发现都是感染 HMPV。这个病毒其实它在60几年前就有了，可是到2001年才被荷兰的一个学者发现这个病毒。那在台湾其实很常见，大概1/5的小孩子他的感冒病毒你去测，大概都是这种病毒。因为症状与感冒类似，容易被忽略，但要注意，特别是5岁以下的幼儿及早产儿、65岁以上长者及先天疾病患者，小心引发肺炎及气喘重症。它的症状是跟一般感冒你觉得好像没什么差异，其实它
它可以就像一般的咳嗽、流鼻水、发烧这些你感觉就是感冒，可是它重点就是说，它在比较小的孩子、还是老人，或者有先天性疾病或者有肺炎的那个气喘的小孩子，它会容易引起的就是说它会气喘发作，而且变成肺炎，所以甚至需要住院的状况。所以它是很普遍，是每个小孩子5岁以后几乎都会得到，但是很多人没有被侦测到。林爱惜部长提醒。HMPV 是一种很常见的病毒，可引起轻微感冒到严重的肺炎。婴幼儿、长者及免疫功能低下者都是高危险族群。目前并无特效药及疫苗，但建议可施打流感疫苗及肺炎链球菌疫苗，加强一层保护。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感谢你收看7月8号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我是秦碧纯，咱再会。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那会有什么改变吗？改变可大了呢！从112年1月1日起，满18岁就是成年人喽。而且男性、女性一律满18岁以后才能结婚，成年人就能自行签契约、租房子、到银行开户。不过，成年人也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做任何决定前都要多加思考哦。我们会赶快去了解权利义务，迈向成年的第一步。林先生，因为你的右手受到机器重压，状况比较严重，为了他没有办法完全复原。先生您好，我是职灾劳工专业服务人员，因为我们有收到您的职灾通报，所以来了解一下有什么政府可以协助的部分。林先生啊，就让我们团队一起继续协助吧。那后续的职能复健服务应该会对他的复工很有帮助。汽机车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注意周围人车，并礼让行人优先通过，避免转弯死角，记得到路中心点再转哦。小心，行人也要遵守交通规则哦，请依照交通号志指示，走在行人穿越道上，专心快步通过，并随时注意车辆的动态，在安全处所等待，确认绿灯秒数足够再过马路哦。车辆慢暂停，行人安全行。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以后你们想做什么工作啊？我想当建筑师，盖很厉害的房子。我要当少年股神，投资赚很多钱。啊！少年股神？真的啦！这个群组里面大家都说老师报的名牌很准，稳赚不赔。这么
夸张，一定是诈骗。政府及柜买中心一直在宣导，不要加入陌生群组，不要随便相信名牌，稳赚不赔都是骗人的。你们知道吗？台湾即将迎来新的里程碑，是什么？是什么？这件事和你们都有关系，就是民法成年年龄修正了。